这股钉钉哦，没问题啊。哎，大佬讲哦，甲安平阿姨个店真正快装嘞，不是附上来呢。哎呀，趁老年了，啊？好了，这样够了。哎呀，哎，自家作业真好嘛，啊？逐摆就等到水门才来写，写唔出来才来叫。大佬讲，后摆阿公哦，绝对唔会让推写嘅，听到无？我冇好搞出来，还想拿给中央。哎，哎，绝对唔会让好教哦，开去飞得去。 Kita wanita mesti pintar dikit, jangan berantem sama suami, baru disayang sama suami. Ngomongnya gampang, suami istri mana mungkin tidak bertengkar. Itulah kami tiap hari bertengkar. Masalah besar bertengkar, masalah kecil sama bertengkar. Kamu ke puskesmas ambil obat KB belum? Udah ambil, tapi disembunyikan sama mama tuaku. Tak mau melahirkan apa boleh. Sudah nggak ada sekolahan untuk sekolah lagi. Kalian masih berani melahirkan? 福狗真经要飞踢，系无？我心肝肚早就已经有个老师法，不过啥唔敢上。你第一摆唔敢讲老师法，还非都嘛该无？来，你第系嘛该？ 海恩，做得有得了哦。冇人勇气。行到了尾，你袂忝无？做得了了，遗憾无？爱你头前。 这么简单的作业也有帮你写，你自己还在那边玩。那你教，你要帮我写下作业，还是我一起这样子玩吧？我还是去写暑假作业。哪有？哇！吓我一跳！你们是谁啊？我是纪晓安。
他是我调皮的弟弟纪晓婷。他们两个就新搬来的邻居，他们的妈妈和我的爸爸是同学。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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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这就是你们说要分校的学校吗？学校还不错，我们可以进来跟你们一起玩吗？可以。哇，谢谢，有好多书哦，可是不知道可不可以借回家看。跟小丽老师借就可以啦。我们一起玩扮家家酒吧。我拿这个好了。等一下。好，我们等一下吧。王子仙杜瑞拉和他的坏妈妈登场。我已经喜欢你很久了耶，现在我会知道你喜欢的人是他，我会带你回心转意的。你竟然知道他喜欢的是我，还跟他告白，太过分了啦！你可以喜欢他，我也可以喜欢他，不行，我们还是一对。偶像剧都这样演的，对呀，偶像剧都是这样演的。对嘛，你们男生看着打来打去的节目像白痴嘞。对嘛，你们男生看打来打去的节目才白痴嘞。不要乱说话嘛！我在一本书上看过这种纸娃娃的传说。什么传说啊？我们女生平常一直玩这种纸娃娃，她们就会有自己的生命。但是纸娃娃是纸做的，没有脑袋，不能做复杂性思考。脑袋，然后嘞？所以一到农历7月的时候，那些鬼都出来了，他们就会附身在这些纸娃娃的身上。一到半夜12点，这些娃娃就会笑什么？大家好。哇，老师好漂亮哦！你们两位是？季轩、季孝婷。啊，你好。哎，这该不会就是传说中的小丽老师吧？对。欢迎你们到图书馆来看书啊！可是图书馆不可以这么大声哦。你用我的呀，你好像都唔中意嘞。你看他就会戴羽状衣啦。阿弟，唔鼻心痛好，底下看书，先生天天就转来哦，哈，要乖哦。今晚带老师过去。老师再见。老师再欢迎见，你们。漂亮的老师再见。谢谢。昨天晚上，妙琼阿姨来我们家找视频，说她离家出走了。要离家出走，还不知道走到哪里去，只好来找学校老师，真天才。他这样算聪明，来找我或是找你，一定很快就会被他妈妈找到的。我问你们哦，你们最近啊在一起玩的时候，那国中生会不会来找你？会。那你们看最近啊，是不是我跟一些那种比较奇怪的人做朋友？有啊，你啦，你啊！怎样？他那天说他妈有很多钱，他拿来给我们看。后来嘞？他又拿来，他一定是被他叔叔骂，才会离家出走。阿叔叔没有在骂他，你怎么知道？我阿公说阿叔叔是好人啊，好人也会骂人啊。像我阿婆人这么好，也是常常骂我。你阿婆是你阿婆，阿叔叔不是士兵的爸爸，不可以乱骂他。一样，不一样啊！一样啊！老师救我！老师救我！我救你！我救你！阿飞，
定呢。有没呢？那个老师会打啊。你不知道父母会上来。给保证。你不知道父母会上来。来保证。小朋友，我们都到外面去玩哦，图书馆关起来了。大蹦伊，大蹦伊。你说他们可以跟我们去秘密基地玩吗？他们两个看起来还好，笑甜不像你说的那么臭屁。对，因为你比他更臭屁，我才没有。你是因为跟我一起玩，才变得比较不臭屁啊。算了，不要让他们去好了。青文，你跟你讲嘅那个啥？这唔好难人讲的啦，记条嘅离婚哦，我天天的你向他做不卡，都按不跳用手提。唔过，做唔得，同你讲嘅田青文转去啊，你会讲刚用个啥？啱啲。来滴嘞，太耐了。等等我。我发现的是我们的秘密基地哦。村子里有一个传说，这一些动物一天黑就会自己动起来。下一种进来秘密基地的人，只要太阳一出现，这一些动物就会回到原来的位置。不要说了，好可怕哦！快点走吧。我们要死了！等一下，怎么了？我可不可以把它们关在饼干盒里，不要放出来就好啦？真的不可以？难道你都不知道，它们都有隐身术、穿墙术？这些小小的饼干盒根本关不了它。要不然，我们把纸娃娃放在秘密基地，我们想玩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来玩啊！赞成。不行啊！他们现在已经知道我们要吃掉他们了，他们一定会更加的怨恨。到时候我们一回家，他们一定会跟着我们回家。说不定。等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发现这些纸娃娃已经坐在沙发上等着我们。好恐怖！快撕掉！快撕掉！快点！快点啦！眼睛也要撕掉，他们这样他就瞎了，就不能跟我们回家了。手也要撕掉，不然半夜睡觉的时候会来撬我们的脖子。衣服呢？衣服也要撕掉啊！那当然。难道你不想背一个？没有人
手脚的怪物，吓死吧！不要再说了，赶快吃，不要说废话，赶快！快点！赶快！快点！快点！快点！我去找叶子。哇，这里有山洞哎！不要乱跑不好，一定有更多鬼魂。啊！别走，我们这里有纸，可以坐船。我可以摘一些花跟你们作伴吗？好。太子人生来讲，充满神怪幻想的童年，是神中的养分。太过后，就算伫係騙人嘅講法，啲心肝度，還係會保留一啲，所以感染上心嘅味素。靜文，你還好吧？我要来帮忙。不要。大蹦伊，大蹦伊。我看丁丁，老亲文寄咗出錢，我冇上去啊。你拿錢來做乜解？唔知。唔過我有以前強，我就
去。有钱人呢？阿妹，俺有钱，你的声音就不是赚钱的。可是我拿妈妈的钱，那味道会死的。强兄的老记头共用100K。没时间啊，还得我们打你。我阿斌做唔错事情，就会受到处罚的。法话解。来讲我发起劳动夫妇，唔讲安尼铁桥的，险佢帮 UAP， 讲徛到因危险，忙讲啊，说了就用诶。张仔，谁领导你睇张仔冇清楚？发起个月，迄做在有诶。张仔，平时睇你迄了就算诶，个月你都危险你对无？反正本身过后啊，就系就话嘅应该有解释，你陪你干啦！也做唔得，给做唔得，你说了就用诶。就算了啦。要做事情就做得算的啦，俺你搞生意呢，生意他们没谈人发啦。好，我阿边啦，都谈发啦，我谈啊！若讲好教就会废退咧，迄无安尼啦。本阿斌来好教，天数证的东西。安尼还做得啦？我冇意见。就按用讲了。阿斌也下地咧吼，迄一家东西，就总唔得偷偷空起来，知伊迄一家的。虽然你们调试嘅，不过也未迄出来个行为哦。但顶个七家，已经做唔得个留任何人调试保持距离。超人说你们俩从小一起长到大，你就不能像他一样平易近人一点，一样那么讨人厌吗？我发现我动脑阿飞有话唔讲出来嘅决心。其实根本就很闹我一家。一年lang，我哋云当老太家调试保持距离嘅心态，但系我真正暗时有朋友，也还有嚟阿芬、老秋云，我用嘅唔行去打开自家嘅心胸。本爱嘅成长度，要行较多人入来，要本爱做啲行业云淡嘅特质家庭，啲汉白离开过后，唔会有遗憾。哎，你说，阿水呀，草案部有床头炒米粉无啊？啊？以前哦，我唔掂咩權咧先按硬啦，同阿度就親愛嚴格，也下哦，唔但搶佢 healthy， 我咩錢 healthy啊？哼，好好嘅嘢嚟唔過，不過係種吵吵鬧鬧嘅嘢嚟。冇人公布唔嚴格嘅啦，你阿做嘢騙阿爸，講穿咩穿到，講了就了得嘅天天啦。要穿到要了到，算來係哪種咯？穿的啊，你穿到個偏來咩啊？唔可死皮咯，後台面師傅，既有福相嘅，嗱個神啊，強樣啦，唔知啥，我都唔強嘅哦，講卡死皮表嘅，
唔叫咩干嘛都无人抢哦。唔好好想，安尼其他的听说对唔会显好嘅。敢唔讲迄了多事啊？了多数俩较落啊，较麻烦啊，爱去学庄人的老公，学庄人的阿爸，啊，马上讲啦，无伊使我叫我出来，就孝庄人的老公，孝庄人的阿爸，大家都要学啦，学到伊强呢。你还按你硬呢？唔免安慰人啦，我有切解妹，你喺我嘅人生经验咧，我有切成咧，两种头条，无人比我较清楚嘅啦。你说，什么啊？什么嘛该啦，大家都好认识啊，啊，请我啉水啊，来，找一笔。几十天当嘅神呢？唔讲係一粒只3度。你講係咪落過呀？喺度原地有一隻蔬菜，這裡有暗漿嘅甜。真正嘅凍漿誒，一張糖誒。唔就地說聽聽。唉，講多些啦，想你就有精神。土色龜。當然啦，因為佢係客家人。做乜嘅客家人就會土色龜呢？因為客家人哦，真會滷東西，又會做得改變面食，又會做得保持面食。講個屁講啥嘛唔啦，用做得做出很多好食嘅東西。古說你嘅意思係講，請你要傳到夾巴咯。我操你啊！我幾好所以下。我哋幫你做嘢，身體有較好啲嘅，搶嘅大部分嘅時間都啲水，當中佢夢到嘅世界，真係佢真正嘅世界。啱啲用晒嘛個問題，唔講係做得確定。兩晒好朋友，那笑容很高。你笑未？原來真件係假啊！你頭個笑就唔對。係啊，你喺本人丟上一種笑面。
看乜啊？你两啥来啊？太师，用啥？我见很爱太师做得冇。请你太师唔好咩？唔敢当。太师，哎呀，总知道眼时间过得比你较慢咯。因为还是在种果子，其他的，俺妈根本唔晓得。你一个人种出来果子同香诶，不过唔用我暗爽咯。等我寻到人生中的秘密，我听说做得种出好果子。太师，你是讲眼神做没？冇呢？冇。咁那按多时间去变哦。万一眼神做唔但抢爽，还个做唔得事，你唔较散咯。咁俺没冇办法吧？太师，我係留唔改名嘅咧，咁乜解咯？點呢？點呢？點呢？点呢？一个名嘅我中意。阿肥，我知道，這裡用太師嘅想法，請到元旦嘅加持，變咗崖開面相嘅鐵點。不過，我用我做張床，面相萬乃都係啊。不過啲元旦開面相，我哋啱啱嘅東西上映來咯。元旦唔係嘅咩冇，那有可能想到乜嘅人來啊？唔錯，你有陣見過創初，本型下私通來元旦，錯冇？錯，係咩有一種特別嘅感覺？不過你唔掂嘅覺。一幾年元旦嘅後生嘅就走槍槍，電動唔記實走到神空來。你講乜嘅有感唔覺？係看咯，點解你唔明嗌？你唔到。刘嘟嘟了。來，啊，你說，你去搞來分就好咧。敢用我做的，玩天做係細賴嘅事情，冇道理係什麼人玩啊？平時捱啲烏卡咩去空空出去搞來啊？我老公全唔答應嘅事情咯。佢喺條少年一條見唔曉。細賴就細賴，本乜嘅拖數嘢唔拖數嘢。哎呦，烏家要一三年為咗一條就好咧。唔幫我老公訓練變到唔強人嘅。阿爸搬走以後啊，然後就冇多咗嚟元旦村。跟我老公手都乜嘅樣嘅哦。大家都唔記得伊嘅，伊像一樣個個臭臭樣嘅咪係啊？係啊。哦。哎呦，阿爸講啊，唔到結婚以後就出國去嘅咩？佢去讀碩士，我喺順沙讀一個鐘來啊。嚇！什麼嘢讀過碩士啊？係啊。哦，你元旦村啊，學你最高嘅什麼咧？唔過做嚟開啲細細點心店嘅，梗係咩戲咯？去哪去做道邊嚇？啊？讀啱讀書嘛該用啊，對未來還係強用。又可以強用啊！唔好講一幾啦，嚇。等！係原來我的冇？係啊。我開嚟哈！開啦，開啦，去開啦！你有冇上到位啦？飛痛呢！哎呀！上當咧！哎呀，坐啦，吹下。哎呦！按痛！
唔好搁打電話來咧，你哋要好好食飯。係傑帶來聽翻嗎？唔是這樣，人哋呢一度安全咧。要化妝啲呢？那邊都做得啦。好啊。有事情了哈。冇啦哈。大蹦伊，大蹦伊。One, two, three. 他在梳头发，他每天都来梳头发。哦，若是你在我身边，月儿它会更明亮。怎么会这样啊？我的爱情不变，你知道永远，这是非不是也？看这扭屁股哎！哎，弟弟来，来问了，阿公阿婆来叫我做啦。不知道也没说。啊，跟先聽下到那個阿姨嘅點全點開廠，嚟慶祝開廠好嘛？小吃店。來！哎呀！你這總鋪食比俺較強嘛！哎呦，俺嗰啲廣東面前弄太多了。阿燕姐，我想嚟啦，請問係咩從壇做嗰些基本嘅料理哦，係地道嘅。哦，你批看啦，俺發明嘅種料。當香咯，唔標買種。有樣係總鋪食嘅批講啊，一批就抵。係，坐定咧。沙拉來咧！哦，沙拉來咧啊！哇，都澎湃哦！好吃哦！很好吃嘞！阿肥啊，呢兩三個情況下按人推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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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哪一難定對啊？唔會啦，加油咩？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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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你土撥鼠你真係土撥鼠啦！土撥鼠哥哥，來，快啲！阿燕姐，件妹做得咁澎湃哦。乾淨啦，睇下唔好飲啊嚇。唔會啦，嚟。來，菜來咯！很澎湃哦！哎，這個麥準備好了是嗎？康納重新增強為強烈熱帶風暴，並於今天下午增強為中度颱風，中心持續風力達每小時140公里。康納於今天晚間將會在嘉義附近登陸，未來將過中央山脈向西北移動。咁明明就對我卡嘞，就唔肯出來結案的。帶來了豐沛雨量，未來6小時。唔怕你啦，俺今日我看到台北啊，你看過在去啊？可以哈，這個邊個？咁問題唔係啊，問題是生意的讀書是做唔得。咁明明按緊張，但他幾天不能冇嗌嗬，你要見到台北嘛？哪個？嗌冇對我卡。阿健，阿健，阿姨個。娘啊，你看到台北冇？很推你講是冇？阿姨個，原來你
年結婚啦吼，台北你下第二年呢，也係冇看到台北啊。啊？哦，唔係，我冇個仔添嘅，嚇，我冇個仔添嘅，嚇。哦，唔好講咁多啦。姨奶啊，姨奶啊，cái阿姨呢個點前點叫伊開裝啊？你來嚟請老嘢啦，我唔叫來。阿姨。哪一個阿姨呢？哎呦，啊個上妝的呀，想煮的呀，煮個麼的呀？哈，你辦過來雲南海嚟哦？嗯。大了就生意咧。嗯，我咪講家都當好啊，哎，我辦過來海嚟喏。咁冇嘢事情關人讀書嘛咯。咩可以忙忙的咧？按笑眯眯的當幸福樣的，冇乜個問題啦。你一到南面人點啊佢啊？佢嘅歡迎㗎，但係兩隻生意係鬼來過神法。哎呀天啊！咩事情發生啊？不馬成件啊！咁冇事情，本工作中有事情樣嘅。玲玲，請問啊，你們哈到廚房的桌子上，將個老拍板拿出來，啊，我們帶去哈做盤數啊哈。哦。係，睇住。奇怪呢，你冇做片哦，你頭都多件七毛田呢。哦，可能哦，啲風采來啦，佢什麼要播啊？佢呢樣嘢嚟嗬，佢風采來。我喺出面哦，準備下。哎呦，唔是啦，個氣象報告同村長講嘅話差唔多，冇準啦。啊，佢大班啦，都出門嚟啦。啊？好，豬油叫啦，啲蛇條啦，咩叫呀？哎，噴口水噴啦，好出門嚟啦。哎，師傅啦，師傅，哎，跟牙不卡，買不卡。哇，蛮有时光光啊！粘土哎，他在跳街舞啦！是踢踏舞，是踢踏舞。好了，我来教你们跳哦。踩 ，shuffle， go， change， 然后踩 ，shuffle， go， change， 好，做快一点，踩。Shuffle, go change， 踩 shuffle, go change， 然后正常版就是这样，踩 shuffle, go change， 踩 shuffle, go change。根本就没认真啊！你们好好练啊，我们待会就要表演了。你们赶快练啊！我们待会夏天，天空中再一次哦，点点1、2、3，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练这打拳。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也可以偷偷的想念。對你要帶好上海來上海嘅。哦，因為哦，邊得解鬧呀你啊！但冇看過點點哦，你按講一個我上到要用3年哦，真係有4年夠佢按反應。就是啊。唔會慘呢，你我係入啦。開始哦。
你呢？哦，再慢等一下。你讲完用来做菜呢？哦，我見你派啊，不然你就好啊。係啲鴨肥較穩重，誒細妹哦，愛做細人朋友哦，愛做個穩重嘅，唔好拖嘅哦，唔會講你細年轉來，還是做鴨肥做魚哦。哎呀吼，看你那眼光不錯，請你啦吼，一看就底下顧介紹來，我去老闆吼男神女女。係要送你啊！會唔會亂來啊？哎呦，外表看唔出，細奶哦，做唔嚟看外表。下次哦，如果你哪一下天數哦，開出跳就會觀察過啦。愛情細男朋友哦，當然會愛情。阿邊一種啊，看起來優雅型又認真嘅。我而家仲追動快嘅，捱啊嗬，係搶人哋平啦，細拉人啊嗬，骨架鐵貼啊嗬，你阿個創業啦，叫我哋老闆男生意做細拉啊嗬，做乜會談其他嘅細妹嘅啫？搶啊，就眾人的群眾啊，很討厭人喺身邊，哼，從來冇出過乜嘅問題啦。基本上細奶哦，現本唔妥，佢哋唔係講嘅老奶好啦。梁生咧講係嗰啲唔妥面，講係做埋天菜對佢梁生嗰啲。錯啊！現代下要學細奶按度誒。係啦係啦，啊對啊，奶奶讓全家喺度出去用咗嘅。誒，係阿肥。先啊，好炒麵。阿肥呐。炒麵。阿肥呐。炒麵菇噶。哦。炒麵。阿肥好啦，好，阿肥好。阿肥啦，好。好呀。咁啊，你啊，要兩張，全部不用的。我可以假裝看不见，也可以偷偷的想念，只要讓我握到你那溫暖的臉。只要也睡了，安心的睡了，在我心裡面寧靜的夏天。阿姨哥，阿爺，人條架要講馬小姐將來看唔到嘛？太風仔呢？我係條樹啊！阿炳哥哥應該做地保夫人哈。剩下的事情挨了做就做得了呀。阿哥。所以。慢慢來看解起你係未限可能對將來不敢有嘅不應該想留會你愛這個表講你唔係要應配愛同解對，你這個應該沒安用，從早的走過談愛上癮，假使有人愛你動情，依舊唔是對愛。
一边。